自我，硬漢子拼出一身刺，流汗血盡赤心，追尋大意義，生命作賭注，留下了英雄故事，憂患見骨氣，昂步顧盼似醒獅。Ruby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繼續肆虐，我哋一定要時刻提高警惕，免受感染。冇錯啊！政府為咗控制疫情蔓延，喺2月8號嘅凌晨開始，喺多個出入境口岸實施應對措施，規定除咗豁免人士之外，所有從內地入境嘅人士，包括港人、內地居民同埋外國旅客，都必須喺指定嘅地點，包括檢疫中心、家居同埋其他嘅住所進行14日嘅強制檢疫。而喺檢疫期間，有關人士必須要自律。如果好似以下片段入邊堅哥喺深圳翻嚟咁樣做，就真係害人不淺啦。因應疫情，香港政府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公共衛生緊急事態規例》下面嘅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除豁免人士之外，所有到港當日之前14日期間，曾經喺指定嘅國家同埋地區逗留過任何時間嘅人士，不論國籍同埋旅遊文件，都需要接受14日嘅強制檢疫，而期間係唔可以離開自己嘅居所同埋政府指定嘅隔離營。呢度，堅叔叔，堅哥，咁耐冇見啦！之前去邊啊？1月嗰陣時候咧，翻咗內地搞公司啲嘢咯。咁啊點知咧就爆個咩新型冠狀病毒出嚟喎。咁公司係冇人，咁啊焗住咪自己喺公司嗰度幫手咯。依家先翻嚟香港咋。咁你有冇事啊？唔知㗎，不過就係公司做嘢冇出過街，應該冇嘢嘅。阿爸，我聽新聞講，如果喺內地翻嚟嘅人都要隔離14日個喎。係喎，堅哥，咁你翻屋企嘅，你唔使隔離咩？唔使，我淨係翻深圳啫嘛，自己屋企隔離14日咪得咯。咁你呢14日膳食點啊？我又唔知啊，最多咪嗌外賣。餐餐都嗌外賣對身體唔好嘅喎。不如咁啦，我夜晚嗰餐咧煮多少少，到時拎過嚟俾你，咁你咪有住家飯食咯。都好喎，喂，咁啊真係麻煩晒你啦，阿龍。客咩氣啊？咁多年街坊，總之咧，你有咩需要咧，就打電話俾我。咁好啊，喂，咁唔阻你哋啊，我翻屋企先啊。拜拜，堅叔叔。拜拜。堅哥，喂，啲飯咧會放喺你門口㗎。仲有啲湯喎。喂，唔該晒你喎，阿龍。客咩氣啊？你有咩需要咧，再打電話俾我啊。好啊，好啊，好啊 ，thank you 你啊。啲攞法。啊，點算好啊？日日喺屋企食飯睇電視去廁所，真係人都癲。好掛住樓下間快餐店嘅漢堡包啊！不如咁，出街行下，但又唔得喎，俾人知道密閉。
落街一陣啫，冇人知嘅。頭先個麻辣漢堡包整到鬼死咁辣，咳死我啦！阿堅哥，喂，阿明，咁啱嘅？你冇乜嘢啊嘛？正話見你喺嗰度咳得好犀利喎。哦，冇，啱續親啫。喂，係咧，今日你唔使返工啊？我今日休息啊。喂，呢一排咧啲菌好惡㗎，你記住有咩事一定要睇醫生啊，唔係遲咗你會出事嘅，知唔知啊？得㗎啦，得㗎啦。咁好啦，唔同你講咁多啦，走先啦。好，拜拜。喂，龍，喂，明哥。喂，拎住咁多嘢嘅咩嚟㗎？哦，今晚啲餸嚟啫嘛。哦，今晚一定係好多人上你屋企食飯啦。唔係啊，係預埋堅叔叔嗰份㗎，所以先買咁多啫嘛。堅叔叔，喂，係咪住喺你隔離嗰個堅哥啊？係啊。點解預埋佢嘅？哦，佢啱啱喺大陸翻落嚟，要家居隔離14日。咁佢自己一支公住，冇住家飯食嘅，我咪煮埋佢咯。吓？乜原來佢隔離緊㗎？喂，正話我先至喺街度見到佢啫喎。唔係啩？係啊，佢仲咳得好犀利添啊！哎呀，都唔知有咩事添㗎。呢幾日我仲見佢好精神，應該冇問題㗎。喂，你見到佢咧，話俾佢聽啊，唔好四圍走啦，犯法㗎。我會㗎啦。啊，唔講住啦，我走先啦。好，拜拜。拜拜。喂，阿龍。堅哥，啲飯咧放咗喺你門口㗎咯。喂，好啊，唔該晒你啊。誒，我係啦。啊，係啊，今朝咧你係咪出咗街？係啊，你唔知啊？冇，個街坊咧同我講咧話見到你。梗係個阿明啦，諸事八卦真係。堅哥，你忍下啦，唔好出門口啦。如果你出門口咧，會違反咧強制檢疫令啊，會犯法㗎。係啦，知道啦，知道啦。咁如果你有咩想買嘅，打電話俾我啦，我都唔想你犯法㗎嘛。好啊，唔該晒你，係咁先啦嚇。係咁啦，拜拜。好，攞下飯先。咦？樓下間電器鋪有半價嘅愛豐賣喎，部電話我真係好想買好耐啦，冇理由叫阿龍同我買㗎。啊，不如咁啊，出嚟買咪得咯。係唔得喎，俾人知物弊。切，落街一陣啫，冇人知嘅。嚇，換條褲內。堅哥，佢明明仲隔離緊㗎，佢又落街周圍走。而家大家努力抗疫，非常時候，佢竟然違反強制檢疫令，唔得，唔可以再縱容佢嘅。片段中嘅事主違反強制檢疫令，其實已經構成刑事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係會被判罰款港幣25,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而強制檢疫係需要自律，所以我喺呢度呼籲進行緊檢疫嘅人士，政府係會致電同埋隨機抽樣去到你哋嘅居所作突擊檢查㗎。另外，政府喺收集檢疫表格嘅時候，亦都會檢查大家所提交嘅文件，包括你哋所提交嘅電話同埋酒店預訂文件等等。
如果虛報資料嘅話，亦都會構成刑事罪行㗎。大家要留意啦。睇完頭先有關強制檢疫嘅個案片段之後，大家都應該明白到要法例收效，接受隔離人士嘅自律係幾咁重要咧。係啊，因應全球疫情大流行，港府除咗對全球發出紅色外遊警示之外，仲根據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喺3月19號嘅凌晨起，擴大強制檢疫安排至所有入境人士，佢哋必須接受強制檢疫14日。咁樣做就可以進一步減低疫症傳人嘅機會，同喺社區傳播嘅風險啦。我哋要打贏呢一場抗疫戰，一定要每個人都謹慎，唔單止要做好個人嘅衛生，仲要自律同埋守法。講到自律同埋守法，對於收到牛肉乾嘅駕駛者嚟講都係一樣嘅。下節翻嚟，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相信有揸開車嘅朋友都一定知道乜嘢係牛肉乾啦，唔係呢一隻牛肉乾啊，而係呢一張俗稱牛肉乾嘅違例泊車告票。而呢一張牛肉乾最近就變身成為電子版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唔知你哋又有冇見過呢？點啊，大隻廣？明哥啊，我到咗你工場附近啦，而家泊咗車啦。咁快？喂，嗱，我做埋啲手尾，3分鐘之後側門見。哦，好啊，好啊。明哥啱啱收線又打嚟啊！喂，大隻廣啊！喂，你記住咧，攞埋份施工圖俾我喎。我攞齊㗎啦，同埋啲文件夾埋一齊啊！咁就好啦。啊，係啊，仲有提你啦。近排我哋工場附近咧，成日都抄牌啊！你部車泊咗喺邊度啫？不如我過嚟揾你啊！唔使啦，我呢個位應該安全嘅。我過嚟交啲嘢俾你，好快就走啦，冇事嘅。咁好啊，我而家過嚟啊！啊！喂，大隻廣，阿明哥，呢份文件啊！唉，你真係唔話得啦，又要麻煩你特登揸架車送份文件過嚟。個客急要嘅，你都冇辦法㗎。唔該晒喎。喂，咁我走先啦。哦。喂，大隻廣，好似爭份草圖喎。咦？唔通啲文件撈亂咗，留咗架車度？咁啊，明哥，你喺度等我啊，我翻架車度攞俾你啊。喂，我同你一齊過去啦，唔使兩頭走啊嘛。哦，好啊。喂，大隻廣啊，你部車俾人抄咗喎。咦？唔係咁快手啊？仲要係幾分鐘之前呢？喂，俾我睇下。有咩問題？你睇唔到有咩問題啊？張告票啊，電腦印出嚟㗎。咦，係喎，平時嗰啲手寫㗎。你可能俾人整蠱咗啦。阿廣，你唔係俾人整蠱，呢張告票係真㗎，呢一張係新嘅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不如等 Madam 講解俾大家聽啦。為咗提高道路安全，警方一直都致力打擊違例泊車。而剛推出嘅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正係希望應用現有嘅科技，將簽發同埋後端處理泊車告票嘅過程數碼化，進一步提高整體嘅準確性，逐步取代由70年代沿用至今嘅手寫告票。呢個先導計劃首階段會由各警區嘅交通督導員參與，
人員會獲分配裝有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流動應用程式嘅智能電話。當有關嘅違例資料輸入咗呢個應用程式之後，再配合埋便攜式打印機，就可以即時列印違例告票啦。為咗配合計劃嘅推行，警方亦都同運輸署協作，喺計劃推出之後，所有新簽發或者續領嘅行車證上邊都會加印一個二維圖碼，即係 QR code， 以方便我哋嘅人員利用應用程式讀取行車證上邊嘅資料。交通督導員嘅同事啱啱發現咗違泊嘅車輛，等我哋睇下佢執法嘅情況啦。而家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嘅交通督導員同事利用電話應用程式去掃描剛才所講嘅二維圖碼，直接咁樣讀取行車證上嘅資料。其實呢個應用程式仲可以即時查核違泊嘅車輛係咪被通緝㗎。另外，亦都可以透過全球定位系統，即係 GPS， 更加準確咁樣方便人員輸入違例地點。同時，亦都可以利用呢個應用程式拍攝違例現場嘅照片，更加清晰咁樣顯示違例嘅實際情況。當輸入晒所需嘅資料之後，人員就可以即場列印出呢一張違例泊車嘅告票啦。最後，為咗配合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嘅推行，所有參與嘅人員呢已經接受咗相關嘅訓練，務求令到整個票控嘅運作更加暢順。呢一個先導計劃已經喺2020年3月16號於灣仔、將軍澳同埋深水埗警區率先推行，並且會擴展到去其他警區。而手寫嘅定額罰款通知書亦都會繼續沿用嘅。最後，我喺呢度再次呼籲各位司機，記得要守法自律，千祈唔好違例泊車啊！哦，原來警方新推出咗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亦即係電子牛肉乾。咁電子化有啲咩好處呢？比起用人手去抄寫資料，電子化可以提高準確性，同埋減少執法人員同司機嘅爭拗。不過咧，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駕駛者要守法，咁咪唔使俾人抄牌咯。呢一度係荃灣德士古道近荃榮街嘅位置。喺2019年10月12號星期六嘅凌晨3點20分左右，就喺對開嘅馬路發生咗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而一名67歲嘅男子喺意外中死亡。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當時一架的士沿德士古道往沙田方向行駛，當駛至近德士古道36號對開嘅時候，據報撞到一名過緊馬路嘅67歲男子。呢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可惜延至下晝3點45分被證實死亡。警方喺呢度呼籲，喺2019年10月12號星期六嘅凌晨3點20分左右，有冇市民途經荃灣德士古道而有目擊到意外發生嘅經過呢？有嘅話，請聯絡新界南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1隊，電話係36611300 36611300。清明節就快到啦，按照傳統嘅習俗，唔少孝子賢孫係會到先人墓前拜祭，以表示對先人嘅尊敬。而唔同嘅墳場亦都會因應情況而有唔同嘅交通安排。Ruby， 請你同大家講解下。好啊 ，KJ， 就好似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咁，由今年3月15號到5月1號期間，所有星期6日同公眾假期，由朝頭早嘅5點半去到下晝6點，將會實施一般嘅封路措施。屆時除咗緊急救援車輛、九巴特別路線 14S、靈車同領有特別許可證嘅車輛之外，其餘車輛一律禁止駛入墳場範圍。另外喺3月29號、4月4號同5號，由朝早嘅5點半到夜晚嘅8點，墳場範圍將實施全面封路措施。屆時除咗緊急救援車輛之外，其餘車輛一律禁止駛入墳場範圍。如果掃墓人士想步行到將軍澳墳場，可以有啲乜嘢途徑呢？
掃墓人士可以使用連接調景嶺港鐵站同將軍澳墳場嘅行人徑前往靈灰閣。但行人徑近靈灰閣嘅位置有45級樓梯，所以建議使用輪椅嘅人士可以由高超道入口進入墳場範圍，咁樣就會比較方便啲。或者俾多個建議大家，如果打算由高超道進入墳場範圍，大家可以盡量使用九巴特別路線 14S， 由高超道前往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不過就會有一段距離。如果市民想喺封路期間前往墳場，可以到鯉魚門道乘搭 14S 巴士。最後都要提提大家，記住喺人多擠迫嘅情況下，謹記遵從在場警務人員同埋保安人員嘅指示。其他墳場都有唔同嘅安排，所以喺出發掃墓之前，可以先瀏覽運輸署同埋其他墳場嘅網頁。除咗呢一種拜祭方式，孝子賢孫仲可以考慮使用無盡思念網站喺網上面悼念先人。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下星期再見啦，拜拜。拼出一身痴，流汗血盡赤心。